好了，我们准备下山了，人先送到。是风景名胜区保护绿园法律培育计划，必须严格执行，不得擅自改变。有预约了到橘子洲的游客，这边有直达车。第9条，玉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应当按照风景名胜区保护范围设立界桩。第10条。谢谢啊。啊，没事。他的脚包下楼梯不好，好的。谢谢。嚟，同佢講咗啦，係啦。係。啊，都係廣東人啦，向你。哦，不用走樓梯，等等等。嗱，睇下後邊有車喎。咁我哋行邊度啊？你行咯。一直落去啦。喺只後邊啊，望下，唔好跌跤啊！你唔使入去，唔使入去，行呢度係啦。對啦，對啦，行呢度。